今日有一些困过後啊，轉到福起來咧節目嘅現場咯。今日係禮拜日，然後空氣來報道嘅單元。啊，像頭先有係講咧，對人今日來講到咧個主題，對講會出啊，韓國出問題嘅兩問題，有乜介意會所在，也講有上我們現場請醫師嘅做下時嘅利用呀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，也下呢轉到節目當中啊，非常可以實實來問嚟哦，有啲人啊，佢係醫師頭好，也阿布師頭嗬。所以冇嘅時間爭會錯，也收落起碼嘅年紀哦，也係像請醫師有當到嘅朋友嗬，可能記得一起到人講到客人嘅素材啦，也講到嘅環境變化常態嘅時間就會錯。唔過呢，有啲人哦當奇怪，醫師頭哦，真係係完全就好勢啦嗬，冇乜嘅問題，咩唔會錯。一轉到屋下食啦飽成藥食啊，也下呢愛衰木嚟，幾點都開始嗬會錯。哦，也唔係講愛水木嘅下錯，可能水到一半半夜幾張錯，搶也係用嘅咯。哦，對，搶也一個門診家都到按樣嘅問題哈。一般來講哈，醫師頭哈，大部分人都因為可能有做事啊，要注意力轉移哈，所以較唔會想到我錯嘅嘢反應哈。到按部頭家都會較我錯哈。一般來講，水木家哈，喺水下伊冇幾分鐘錯，大部分都脾水倒流嘅問題。哦，水木上將水下去，將來啊下去嗬，喺講就開始錯，也都係脾水倒流嘅問題。就水下去冇叫嘅，一水下去嘅脾水都流下來啊，嚇。所以水木一水下去冇叫，大部分都脾水倒流嘅問題。喺水到半夜，我錯都有下邊有兩種問題。水到半夜會錯，一般講到半夜可能。有啲人係時間同重要，睇佢會幾多點嘅時間，有乜嘅固定嘅時間差唔多清晨1-2點啊，3、4點、3、4點、1-2點嘅時候，哈，嗰時候都會有兩種嘅問題。所以2點多，差唔多3、4點。對，所以嗰時候都會按樣問題，因為嗰時候按全身不用輕鬆嘅，食道嘛不用輕鬆嘅，胃酸都會壓鬆嘅，胃酸壓鬆嘅，所以佢半夜錯嚇都按樣問題。係有嘅人哈喺半夜錯都爆下嘅問題，爆下問題那當然有種問題哈，睇有種問題有時候有點都恐嚇啦哈，所以有種偏見喺佢喺講半夜錯，我攞去做一下氣背檢查，喺看佢有爆下嘅情況喎，嚇，喺冇爆下嘅情況，大部分都係按樣問題，嚇，喺藥嘅問題哈，佢都唔會分時間嘅。醫師頭話錯，啱冇頭話錯。嗰種係食藥嘅來引起嘅錯來講啊，都頭先講到高血壓嘅藥嘅，可會錯來講，也都醫師咪會錯，啱補師頭咪會錯，也都按留佢排除體。係講啱補師頭會錯嘅嗬，也就係你頭先講到前3種。對，前3種當然咯，有時節都會錯又唔係捱，講真實嚟都身體都唔調和嚟咩嗬？係講啊，你做得有乜嘅方法嗬？做本期講。不一個整體嘅講一個反應啊，係冇按嚴重嘅嗬。當脾水倒流嚟講，係一樣嚟講嗬。脾水倒流嘅時間，做定樣嚟去處理嘛。通常喺脾水倒流嘅偏見嗬，我有到水木前，我本期一粒藥嘅嗬，水前用咧，本期嘅自助嘅脾水較唔會倒流，所以有時候水木前我加一粒藥嘅，又較好水又唔會倒流，佢水木嘅品質都會較好嘅。佢爆下吧嗬，爆下嘅偏見，人都平常氣喘爆下用嘅控制到佢控制好，吃鹽都唔會有按樣問題。佢胃酸嘅問題佢食飯都當重要嘅。尤其喺晚餐嘅傳我都很偏見一天呢食東西細嚼慢咽，你可能醫師頭都做事冇時間食飯，但按部頭轉都不卡，一定要慢慢的食嘅。食飯都食到滾冰冰嘅哦，食到凍腳哦，一個啪啪係就好嚟，我日日去做事嘅。所以喺胃酸嘅問題一食飯都當重要，尤其按部頭轉都不卡食飯，一定細嚼慢咽，我都很偏見講，一盒飯熬10多。一盒飯，都熬10多，10多用嚟食細嚼慢咽油會甜嘅較少食，油炸較甜嘅像糯米種嘅甜啲得重。唔好消化啦。對，佢較少食，冇食佢飽，8分飽。8分飽。水木前2點鐘前後都唔可以食東西。水木之前2點鐘唔好食東西，韓國呢食夜嘅時間食到8分飽唔好消化，唔好食比如頭先講到糯米韓國甜氣泡泡尖尖嘅東西也都唔好食。對，也都注意到嘅時間應該也真係有按樣嘅錯嘅情形就會下放掉嘅。對，按部頭錯嘅情況都會較改善嘅但係高血壓藥嘅因為
高血压药的哈，伊遐新种的大部分按你讲一种 ACEI 的这种高血压药，伊遐咧所有的高血压片伊使用轻度的药种，好，药种的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到促个反应，所以你看有促哈，有用药按照药的按照轻度的来去替代，药嘅替代改做其他药嘅，改做一個其他藥嘅，本期唔會促嘅藥嘅。對，看唔藥。如果啥人對一藥嘅會過敏啊，一講一個藥嘅副作用反應，應該都冇乜影響嘅。對啊，但是如果看迄促嘅問題，人輕中藥都治療嘅促啊。啊，迄有按照藥嘅，人都蠻多很期先停的，我以種食看啊。我以種藥嘅攞去食看啊。係，一講冇藥嘅。促個針頭應用就好了啊！吼，對，做得較輕鬆啲，會較自然啲嘅。唔講上班下吼，應該落個皮水倒流不合也係講胃酸嘅倒流嘅一條問題啊！應講透過一個治療嘅方式啦，有改善嘅吼，有改善嘅。一講頭下吼，可能影響親朋友看到呢個節目啊，就啲講哦，我也下可能係按用嘅情形，我做得都唔下衰嘅時節，衰冇嘅時節啦吼。了嘅做得用嘅去做一下調整嘛。針頭一跌較高嘅。哦，針頭有啲人講啊吼。所以冇想去貼枕頭，有啲人咧枕頭都貼用粒啊吼，嗰個也時間可以去家去調整。看自家情況，因為他個頸椎彎曲嘅程度冇控腰，有嘅貼一隻，有嘅貼兩隻，有嘅衰較硬嘅，較硬嘅，較硬嘅枕頭，冇按樣咧，對藥衝嘛較好，自家去調整。嗰時我喺講，像親朋友嚇，你講有一個促嘅一個問題來講啦，嚇，除咗來做治療之外，你對一個枕頭嘅調整要注意咩？要注意，對，要乜動中藥。對藥呢，也係硬嘅，也係較矮嘅，也係較高嘅，對，都全部可以調整好些啦。哎呦，張做得一高冇多天講。對，自家就感覺都可以調整。這個感覺輕重要啦。係，好，古時呢，你講到一個按補石頭，會粗，就係講佢粗嘅有時間性呢，亦都係有3種嘅問題，然後個高鐵壓到咁，佢因為佢不是就會有可能會粗，哎呀，其他嘅2種咧，亦咁會有可能。這2種都係針對佢應該就係原因而去攞去治療嘅。管嘢都會粗嘅咯。對，一種粗都同時間冇關聯啦，都同時間冇關聯啦。係，對。尤其一個過敏的臭啊，都還有一種過敏的臭都同季節有關聯。哦，有季節關聯哈。季節有關聯，就是講，比如講，也係春天、老熱天，也係冷天、老春天嘅交接嘅時節。春天的時候發粉多的時候，給屁股過敏的人都較多。係。秋冬的時候哈，個季節又變換嘅，偏東又活躍起來嘅，流感又較多嘅。嘅屁股過敏又會較多。哦，也就係講季節性嘅過敏啦，嗬，還有一個有其他原因會，所以講嘅係講睇得一條，還有其他原因會引起一個講眼神咧，就係講粗嘅一隻反應嘛。有，還有一隻都也當中要講病態大樓症候群啊。病態大樓症候群，一講呢度係一張一講東西嘅名詞咧。很多講，我比較喜歡講辦公室症候群。辦公室症候群。就像人家的哈，像人家全部都太冷。大家都密閉的空調，空氣又不流通哈，裡面的那個通風的管道哈，那個會湧塵動多啊，要影印機那個湧塵動多啊哈，還有那些換氣不夠，都會影響到喉嚨不舒服臭，個較新的名詞啦，所以一般人都太大樓工作哈，密閉空間要注意要通風的問題啦。好，古所呢哈，你講嘅係太樓地步度嘅嗬，會來引起一臭嘅問題哦。其實咩當重要咧嗬，你講通風我來做到哦。如果而家所有嘅太樓其實最管道秘密啊，其實通風你係設計辦公室設計來做，也係規則太樓嘅機制去設計來做。他可以注意重視安樣問題啦，等於說老闆要重視員工嘅健康嘅問題哈，整個空氣嘅溫度、濕度，還有通風，還有冷氣管的維修啊，哈，那些濾網的維修，全部都要注意到啦。好，也都你哋講到一部分，也係現從其實有天花啦，吼，也都先來接嘅也係你淡水嘅鍾小姐，鍾小姐好，張小姐，嘿，你好。我要請問醫生，他那個我在照顧一個插鼻胃管的病人，他都會衝一股氣會衝上來。肚子餓的時候灌水，
一点水进去，它就会一股气冲上来。对，还有吃饱的时候也会充气。饿的时候灌水下去，鼻血管灌水下去一下，它气就会冲上来。那是为什么？呀，糖还是安尼好会吧？会呛气上来，呛咳，脸都会涨红。好，也都问题太提也得啦哈。好，先老天发瓜题，像车医师的老唔讲到哈，像佢安样嘅一只问题啊，从控情形来讲，可能係某個原因引起嘅，韓國從佢即個係照顧病人，佢安樣嘅處理咯。大部分呢哈，会鼻血管灌食都会偏炎，大部分都会卧床的偏炎哈，卧床偏炎都这样来讲的，没有咳嗽反应的偏炎哈，当我鼻血管吞咽反应的偏炎，冇按照吞咽当我鼻血管灌食。通常哈，要種偏炎啊，注意都講，當日都本嘢要太偏。當日嘅行痛聽咗我要，喺個冇行痛嘅時節就會很麻煩。對，大部分都係太偏式的，因為佢因衰等嘅哈，腸胃蠕動冇按好，嚇，喺冇注意到哈，佢太偏食到啊，都靠我按照一股氣按照走上來。還有另外問題都講，你乾的東西哈，乾的東西係太多嘅，嘛考慮到。一般嚟講哈，有種偏炎，人都考慮講哈，一串都得要關150、200，也係250。係咪太多咧？他個大個偏炎，對，大偏炎，考慮。係有按照問題哈，先攞佢關的量先減下來，減到本來250嘅，250嘅哈。減到150也200，嚇，然後佢試看啦，每關按到，一方面每關按到，一方面攞佢一些嘅軟片咧嚇，本佢痛嘅，按樣嚇，都情況都較改善啦。還有就都加講嘅知識嘅問題，因為佢因衰得咪，濕患嚇，本佢鼻血管胃食濕患嘅嚇，我馬上都衰得，本佢坐等休息半點鐘到1點鐘，嚇，床頭抬高。45度、30度，半點鐘到1點鐘，按當本佢衰下去，按樣啲情況都會改善。好，也都係應講到請醫師來回答嘅身體嘅問題，小朋友來做參考一下，還有天花嗬，邊橋嘅高先生好，來高先生天花就到現場來了，有乜問題要問醫師？後來哈，哎呀，天花可能有啲問題哦，也係講高先生等長久嚟啦，安排些哈，好像係提前有問題哈，就家下添整個打到人哋嘅現場來啦，頭先人哋醫師來做呀回答啦，哈，喺講向小朋友知道講，冇清楚嘅素材呢，哈，家下添冇整個了嘅過來，簡單過來講一擺時間到呀，哈，人哋愛先來歇困下，聊下咯，有問題家下就得打電話到現場。